鞠躬敬拜，为了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请咱起立，同齐来吟圣诗43首。人对我讲，打咱来去，请起立。请咱同心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我要学习你的圣名，因为你就是真理、道路甲活命。你是阮的救主，阮的倚靠。除去你以外，阮别位无仰望。我要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性命。不伫万人中竞选阮做你的囝儿，世世代代做阮的帮衬。你的圣灵保惠师时常保护照顾，引带阮行公义和平的路。面对人生逐项的困难甲挑战，无得惊赢。即时，阮谦卑来到你的宝座前，要敬拜你、亲近你。
领受你的教示。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用十字架顶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赦免阮所犯一切罪过。阮的心切切羡慕你的义，阮的目睭要仰望你的慈爱。恳求你为阮做清洁的心，互阮重新得到气力。主啊，阮需要你的疼，互阮的内心有真正的改变。伫新的一年，我要牵着你的手，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倒转到每一日祈祷读经的生活，操练阮的灵命，用喜乐的心情拍开阮的目睭，扩展阮的看见，朝找新的方向。求主使阮有帮助受伤者的心肠，来关怀弱势，有热情、智慧甲勇气，参与教会宣扬福音的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真欢喜咱所敬听的张德林牧师要来传讲上帝的信息。恳求你的恩典大大充满伫伊的心上，互伊所讲的有上帝的圣灵甲生命能力，伫阮中间坚固阮的信心。即时，阮要将所有的心思意念以及头前要行的道路，交托伫主你的手中，请你引带保守。阮安尼祈祷无完全，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动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正一地亲像天的。阮的日子今日用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的赦免过负阮的人，不追查阮的日子，就叫阮脱离你的爱。因国、万年、延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从今。阿门。启用38篇，请咱掀开圣诗后壁第57页，启用第38篇。我识字会讲人甲天使的英语。我识字做先知。我识字有招美的信，到夜来移山。我识字尽所有来正济，举显我的身躯互许收。仁爱是够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呾对镜咧看，茫茫无明。
我担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爱、望仁爱这三项。这时，咱过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80首，原主徛咱中间，请咱起立做阵来吟。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恢复耶和华。心花一条条走向。
献歌队用水的歌声引带咱来敬拜。这时，咱要来恭读上帝话，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11节，现代译本第5页。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11节。迄时，耶稣互圣神带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耶稣禁食40暝日，后来就枵。试探者回来甲伊讲：既然上帝的囝，就命令这个石头变做饼。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人的活命毋是单单倚靠饼，是倚靠对上帝的喙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上帝就带耶稣去到圣城，互伊徛伫圣殿厝顶上悬的所在，对伊讲：你若是上帝的囝，就对遮跳落去。因为圣经有记载，上帝会命令伊的天使来保护你，因会用手甲你扶咧，互你的脚袂得磕伫石头受伤。耶稣甲伊讲，圣经有记载，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佫带耶稣去一个真悬的山顶，互伊看见天下万国。甲因的荣华富贵，甲伊讲：你若跪倒来拜我，这一切我拢要互你。耶稣因讲：撒旦，闪开！圣经有记载，要敬拜主，你的上帝，独独服侍伊。魔鬼就离开耶稣，随时有天使来侍候伊。圣经以上，即摆要请张德林牧师来传讲上帝的信息。题目是耶稣受试探，请大家恭敬来领受。有兄弟平安。今仔日我是受北区大专学生事工的派来到咱中间，甲咱三个敬拜上帝，嘛伫遮通过上帝话马太福音第4章1到11节，三个来想一个要紧的题目：耶稣受试探。咱若读过主日祷，咱拢知耶稣有受过试探，受过3摆的试探。咱今日要探讨这3个试探，伫现代咱要安怎理解？伫还未进入本文的时，我想有几项代志，我先做一项说明。头一个，咱一般所咧讲的试探，常常包括无好的意思，咧引诱人做歹代志。总是伫圣经这个所在所咧讲的试探，希腊文是 perazon。perazon 这字的意思，要翻是翻做试验的意思较好，试探较有迄歹意思。所以 perazon 耶稣受的 perazon 意思是讲，上帝通过 perazon 毋是要互耶稣去做歹，要互耶稣做好，毋是要互人诚做软弱，是要互人通过 perazon 更较坚强，毋是要通过 perazon 对人上帝对人开始有刑罚，是要互人得到荣光。这我先起头，我上爱讲迄试探的意思，先界定互清楚。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耶稣要进入上帝国的时间以前，来记载的听书真清楚。耶稣先受3摆的试探，这3摆试探，伫上帝的时间要进入这个时间以前，伊就开始受这款的试炼的时，咱会当讲，这是要互伊看伊的耐力甲压力，会当承受这个世间的试验啊无。所以用即摆话来讲，上帝是咧互
耶稣基督一个抗压训练。咱咧读这三个经节的时，咱就知影，这三段毋是对耶稣尔呢，这三段其实拢咧对咱每一个人呢。伫你属灵过程中间，拢有这三段的经验啦。你通会过，通袂过？我看足侪人，伫教会公布顶头好，伫咱的周围中间都足侪人通袂过。通袂过就变做咱中间足侪今仔日咱咧讲问题，跋倒。啊，这个代志其实早就记载伫圣经。这伫开始进入三次谈以前，我先讲吼，耶稣伫遐抗压训练吼。那第二个 Perazim， 这真明显是内心的代志，是伫异象中看到的代志。这毋是伊真正讲啊，去你一个山顶啊，看到全世界吼。咱看第8节伫遐记安讲魔鬼带耶稣到一个上悬的山，伫将世上的万国啊，甲万国荣华拢指互伊看。我想全世界无即个所在啦，所以这真明显，这个代志是发生伫耶稣的内心、意志甲精神，互伊伫精神上产生精进。咱对这个角度来体会，对咱则搁较有存在意义啦吼。耶稣伫这个所在，我嘛搁较会当体会，道成肉体伫咱的中间是上帝至大的谦卑。伊诚做人，嘛经验过人的一切，总是赢过。伊无犯罪，伫咱中间通过伊，咱有真理甲活命。但咱要来看，耶稣受的试探，其实活拢伫咱中间。咱来看第一个试探，变石头做饼的试探。马太这个马太第4章吼，安尼记讲耶稣禁食40暝日吼，遮有几样代志，我嘛爱小可解说的。头一项禁食40暝日。要安怎理解吼？咱啊知犹太人对数字有一寡较特别的解说法吼，对一寡数目字有特别的理解吼。比如讲40，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完全的数吼。你敢袂感觉摩西活到100岁安怎活？40年伫王宫，40年带某去伫旷野，40年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你讲120岁的人要安怎带人出埃及？我毋知。上帝若要甲伊同在，绝对有可能。不过我想一个更较大的可能，这个44，上帝伫40年，互伊伫王宫的中间受完一切学问的训练。上帝互伊伫旷野受完整的一个旷野训练，为了要出埃及。上帝嘛，互一个完全的时间，互伊带犹太人出埃及。我想，当咱安尼读时，咱更较会当体会圣经内面的意思哈。咱像讲中文90医生，无一定要照字面读，90医生就4、9摆啊吼，4、9摆后壁都无当一生吼。迄个是讲有经过真大的困境，甲甚至要死亡的时，还佫活落来。安尼读理解才对啊吼。毋通照字面去读到啦吼。佮即段圣经内面嘛咧讲上述，就是讲。变石头做饼，这是毋是跟字面的意思？咱不管叫字面的40暝日也好啦，也是讲一个完整的时间也好啦。你较想，耶稣5巴肚伫遐尼久，圣经记讲耶稣枵的时，你会想要创哪？道成肉体，迄是一个实在肉体哦。你毋通甲掠做讲，迄是一个影哦，迄变做教理术中间的反应论，迄就足可怕哦。迄是一个实在肉体，禁食一段完全的时间，伊安那也枵啊。魔鬼真厉害啊！第一个试探讲，你看伫迄个犹大地所在，足济饼嘛。迄饼若人伫咬伫目睭咧微微的时，看敢若即个胖小香咧，即个培根咧，迄地菠萝的，什么拢伫遐头前啊，咬啊！把将石头做饼，你毋是上帝囝，你毋是无有超过正人规律，用你超过正人的规律，你款不可思议的规律，为着家己来行神迹，这是足大试探。这个试探来翻做咱一般人会当理解的话，要安怎讲？你毋是足聪明的，你毋是真巧，你毋是足够趁钱，你遐所趁的一切，敢袂当为着你家己来使用就好？你的文字就为着你使用，你的
摘掉，就将石头变做饼，来应付你目前所需要的。唔通去想着别人，迄是变石头做饼上深的试探，对不对？耶稣伫迄个时阵，若真正变石头做饼，耶稣就无法度叫咱看无家己所及，耶稣就无法度叫咱每一个人也十字架来跟对伊。耶稣伫伊行的路中间，通过伊的圣言，甲咱讲这样事，所有每一个跟对伊的人，就着看无家己，也伊的十字架来对伊。所以，对不对兄弟？所有一切上帝互咱的材料，耶稣咱讲，上帝囝有特别的才能，遐物件拢是为着要荣光上帝，毋是要满足家己的腹肚。所以，对不对兄弟？上帝若互咱特别的恩赐的是，永远会记这样事，迄个毋是简单要满足咱家己尔，佫较是要互咱通过这个，互众人来得到福气。我手头有一本1988年的神学册，这本册有咧写这样代志。伊讲全世界若是一个地球村啦，吼，这个地球村中间有70个是无读过册，文盲，吼，有50个人营养不良，全世界人有50个人，迄个全世界有一半营养不良，全世界的人有80%徛起伫无下标准规格厝，这个全世界若是一个村是地球村，有6个美国人，100个中间有6个美国人，这6个美国人有全世界总收入的一半。你想讲是毋是全美国人拢用这一半？毋是，全世界这一半的收入是这6个人中间的2%。所以弟兄兄姐，我头咧讲这数目字，可能看起来那像真冷的数目字。这数目字咧甲咱讲这样代志。世间有人邀歌，迄个邀歌可能毋是伊无正做，迄个邀歌可能毋是伊贫惰，迄个邀歌可能是无上帝话，袂晓分享甲分担。这个世间有人邀歌，毋是伊无正做。伊袂晓工作，是伊无将上帝的要求摆做第一位，所以伫这个试探的了后，耶稣讲，人要活，毋单单靠饼，就靠上帝喙所有一切话。咱来通过上帝话，这世间的人才会当得到饱。这是头一个试探。第二个，从伫异象的中间，爱耶稣对这个圣殿顶头跳落去。讲第二个异象是耶稣受带到锡安山顶头迄个圣殿。咱知影伫山顶起圣殿咯，迄个所在已经愈做一个平，迄个平的所在，耶路撒冷城啦吼。伫遐会当看到吉伦溪谷。差不多有455英尺，徛伫顶头会看到遐真深的坑啦吼。试探者就对耶稣安尼讲：神者表演者，你有特别的才能，表演者神者，你对顶头跳落，绝对无问题啊！诗篇无安尼讲诗篇第91篇11节12节无安尼讲，伊要吩咐伊的使者用手甲你踢掉咧，免得你拄着在下。表演者神者。我要伫遮真心中讲一样代志，神者毋是要摕来表演的，神者是要来互咱通过上帝的作为来看见上帝的荣光。神者嘛毋是满足人的视觉甲听觉，神者是要互咱看见上帝真正伫咱中间咧做代志，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安尼讲，啥物做神者？神者翻做较白话，或者上帝的作为，上帝作为有诶会通过自然律互咱理解，有诶可能咱目前的自然律无法度理解，总是有法度理解甲无法度理解的自然律，
也是讲咱完全无法度理解物件，这个拢当上帝用这个代志发生伫咱头前的时，真自然，迄就真做新约。譬如讲，今日下早较冷的时，咱出来是会加套一件衫无？会啊。今日较热，咱会穿较少无？会啊。迄自然律啊。啊，你会当讲今日寒流来，我讲啊，上帝啊，帮助我穿一件内衫来上两礼拜就好，啊，莫我感冒，会使做这款祈祷无？啊，上帝毋是全能的上帝，上帝毋是求就得着，找着拄着拍门就甲你开。你听这会记你讲述，求就得着是要得着上帝答案，找着拄着是要拄着上帝要互你的物件，拍门就甲你开，是当你若欢喜看无家己，欢喜降服伫上帝的内面的时，伊才要甲你开。你若充满家己的事件，迄个门袂为你来开啦。咱倒转来这个所在，我头咧记迄样咧，单单伫寒流来穿较济衫这样代志，你我都穿较好咧，毋是讲穿较高咧，一这样子甲上帝同工。新约毋是摕来表演的。新约毋是摕来试探上帝，看卖咧，毋是讲求就得到。今仔日寒流，我特别穿我较冷的，看我会感冒无？我要来礼拜呢，上帝，你会使我感冒？我捌拄到一个姊妹啊，拄到迄个红灯的时候，伊拢飘就甲冲过啊，冲过是讲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安尼冲过啊，冲过哦，上帝果然甲我相合伫地。安尼敢对？迄个接受呢？安那甲讲都袂听。迄敢是上帝作为伫迄个中间，迄个试探上帝呢？新约毋是摕来试探的，新约是要互咱经验着上帝伟大作为，互咱宣扬伊的听甲认主。新约是要互咱所行的路，互人发现着牺牲甲服务。所以我常常讲吼，那类似我咧讲迄个姊妹，拄到红灯就甲撞过吼，撞过若无弄着讲感谢俄罗斯吼，迄毋叫做信心，请下注意听我下面的话，迄叫做怀疑的求证，迄毋是信心。上帝敢真正我拼过红灯的时，还佫甲我相合伫地，伊咧试看卖咧，迄咧试上帝，迄毋是真信心。毋是，试探者对耶稣讲：跳啊！你惊啥？圣经无甲你讲，你要跳落时，自然有天使底下甲你挺跳咧，做你甲跳，你是咧惊啥？我想上帝通过伊的自然律，迄是上帝家己本身的创造，就要讲求咱丰富富有。当然，我也相信，伫咱中间有真济咱的自然律无法度理解的物件。我想，迄个个是要互咱。归荣光伫上帝，总是我发觉今仔日足侪人吼，感觉伊敢若神人咧，上帝的人咧，伊会当表演偌济足奇怪的代志，一时啊就吸引去东南亚，一下吸引去去韩国，一下吸引去甲对哦。我实在有当时讲，咱不过是人尔，咱是上帝奴仆尔，敢真正安尼遐厉害？我讲哪来哪看去讲一时啊。东南亚迄也倒，一时啊，迄个韩国迄也倒。我实在讲哦，伫试探的故事已经清清楚楚甲咱讲，当耶稣受迄款讲，做你甲跳甲试上帝试看卖，耶稣安怎应？无得试探你的上帝。这最后一项，拜上帝以外物件试探。迄个试探者佫甲讲，你是安着行十字架的路遐艰苦啊？你伫啥讲互你有动，迄个杯才有收，人主无安息的所在，啥着遮艰苦？最后你阁死伫十字架顶，做一个基督徒，就爱背伊的十字架来军队里，迄是偌辛苦的代志，啥着爱做甲加呢？像头拄讲，表演一个神者啦，拜权力啦，你若要爱人军队里吼，无一定爱互人行遐尼辛苦的路啦。你即个时阵若安尼吼。拜上帝以外的物件，军队里的代志嘛是一直来啊，
就是兄这安尼讲，我可能无够清楚吼。我甲你讲吼，世间若有人有权力，一堆人会军队伊，你相信无？世间若有人举着某一种意识形态，有真济人会军队伊，你相信无？譬如共产党的理想，有人会军队无？会啊！你摕到权力，有人会军队无？会啊！毋免摕偌济，马介当处长就好啊！足济人对，我甲你讲，好康的紧斗相报，得三咧对。那就讲牺牲、尽责任、奉献，逐礼拜迄落，摕到一个权力，搁较悬的权力，看立法委员、总统上好，逐个都对你，你拍骹唱当迄骹唱足好听。是安怎都爱通过遐尼艰难的受苦，才互正人军队，无必要嘛？你互正人军队无毋对啊，我嘛赞成啊，总是毋通行12家咯。那你，迄是有限中间上大有限，到今仔日，济人通袂过，敢毋是？当市长伫摕落都无法度搁爬落来啊！迄敢毋是足大有限？我有当感谢上帝，感谢啥物？你敢知影？感谢上帝，我毋捌做到迄款位，我毋知我若做到迄款位，会是毋知我落拢歪落来无？我真正毋知影咧。我拢想想，有人要叫我讲去做马，迄个以前即个范局长要叫我迄个去做迄个马街医学院的人文学科的主任，佮兼校务，我无遐熬，迄阵我特别过来破病。我想到迄个位时，我敢想到讲，我要安怎互遮医学院学生真正伫通识科目会当得到一个完全的训练，成做一个完全的人。我对我迄阵的身体，甲对我家己的材料来讲，我知影真正知影无可能。我讲 no， 安尼我会记咧饭局后，恁若拄着甲问，我走入去便所尿遁，伊甲我撞入个便所，徛到边仔，佮甲我细念一摆安尼。啊！我咧真正讲，我都无法度，我家己的本事甲迄落，我真正无法度。我感谢上帝，互我讲要有某种程度的自知之明啦。啊，无吼，迄有诶吼，杀着好，我会当牵啊，阮舅啊，牵阮小弟，牵阮啥物好，我都拢总来啊啦。即款代志敢伫学校，伫迄落，伫中英大学，敢无一直咧发生？权力若杀着，敢无一定人对你？那都要行12家咯，伤辛苦啊啦，拜我啦，免用其他方法啦，用魔鬼指导方法啦。我搁甲你讲啦，有钱有人会对你无？会啊，你若4个呀，哇，跟班的一大堆，敢毋是？你甲看选举的时候，钱若要咧，一堆就来啊，敢毋是？那会遐辛苦。迄钱压了一定人对你啦。会记得耶稣拄着即款试探的时阵，耶稣讲：撒旦摕去，就拜主你上帝，单单侍奉伊。伫耶稣的第3个试探中间，耶稣明明安尼应答讲述，就是讲上帝是咱的主，嘛伊是咱的主，这是咱深深伫心底的信念。基督徒这以外，无权势，无金钱，无意识形态，迄拢袂当成做我侍奉的对象。就是遐物件会当互我感觉牵甲一大堆人，我嘛无会做迄款的代志。即款的试探，敢毋是有咱伫咱中间？敢毋是？圣经记载讲3摆试探了后，魔鬼离开耶稣。其实这个离开，咱毋通讲了做魔鬼都要永远离开啊！伫西洋的文学传统受这个试探一个足大影响，就是讲，迄离开是暂时的离开，对看会出。对，耶稣要行12家路啊！啊，要互祭司甲经学士伫遐苦害，最后要定死去受刑。啊，彼得听到讲，主啊，毋通要甲动，会去这样做无？耶稣安怎甲应？撒旦摕去，毋是讲彼得是撒旦。是迄个撒旦的声音，佫一摆出来啊！伫心中咧叫叫，敢爱遮艰苦？耶稣伫迄个时阵，伫内心的挣扎中间讲：撒旦摕去，
这条路是上帝欢喜我行的路，我遵探伊的旨意来行。所以我常常咧讲，什么就是上好祈祷。咱常常咧讲哦，什么雅比士祷告，什么祷告？我讲什么祈祷文上好？你敢知？主的祈祷文，愿你的旨意成。我会当伫上帝面前讨真济物件。你若互我较济金钱，我会带较快活；你若互我较济什么，我会当较爽快；你若互我较济，总是这一切，主愿你的旨意成。这永远唔通袂记的祈祷。彼得伫迄个时阵迄个话差不多咧征服迄个魔鬼的试探的时，耶稣禁止伊。咱在幽门世间是迷路，正做上帝囝耶稣基督，试探嘛伫伊人生的路咧发生。当试探发生的时，试探的话安尼讲，小可贪心一个啦，也无人看啊。小可为家己一个啦，你也无人知啊。敢真正无人知？上帝知啊。咱每项代志拢爱伫面对上帝的面来做。耶稣伫即个试探中间，互咱体会一样事：上帝拢知。我深深体会一样事。拄着遮尔济试探，咱随时拢爱保持警醒。我看过一句话，永远真做我的座右铭，就是永远的警醒，才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永远的警醒，才会当得到真自由。愿上帝帮助咱。我心底有一个祈祷啦，吼，对少年做工到今仔日，拢做学生事工啦，吼。我嘛做杂志啦，吼。我心底一直甲求上帝讲，帮助我莫跋倒。假使我若真正跋倒，求你扶持我，互迄个信念一直伫我头前来滚对，帮助我。有一天到你面前的时，我会当听到马太福音第25章，你对迄真正的罗卜讲，好过真正的罗卜。我这世人所求的，就是这项。我恳求上帝帮助我行伫世间的路程。虽然有济试探，犹原亲像耶稣学习耶稣会当赢过。求上帝帮助咱。其实耶稣遐试探都足现代化，钱甲压力自然都有人对，权力拉起自然都有人来。表演一下新者者，保证你教会拢满。可能咱来倒转来到这个试探原来意思，甲耶稣所回答内面真正意思。咱就实实在在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迄个流汗流血，都要服务甲牺牲，咱犹原来照安尼做。愿上帝帮助咱。我特别伫这个所在，伫学生事工纪念主日，也甲大家拜托这样代志。咱的学生事工去年预算700万，总收入差不多无甲600万，欠100多万。我要特别借这个机会，甲双联教会表示心中上大的感谢。当咱的教会知影这样代志，随拨50万，还减掉一半的马拉斯。恁是做遐尼水、遐尼好的工，愿上帝祝福恁，保守恁。剩的50万，当然阮继续过来拍拼。今年阮爱比去年以前更较拍拼。毋通过去年迄款的情形来发生，工费毋通减少，总是望后壁的支持甲大岛会当更较济。嘛，伫你的少年的中间，互阮会当哪行骹步哪在我，互阮哪行哪得到上帝欢喜，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伫做基督徒的过程中间，阮常常会拄到一个引诱，恳求你互阮行四正的路，帮助阮。特别阮也将双联教会摕伫主你的面前来祈祷，主你祝福这间教会，也通过这间教会，互济人来得到利益。主恳求你帮助恁，互这款的慷慨甲疼心继续发生伫这个所在，互济人的艰苦甲无够，因为安尼来得到帮助。愿你的神的话常常伫阮的中间，指引我，指引阮，也引带阮。愿同心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
真感谢张典律牧师带予咱真好的信息。这时，咱要来吟圣诗来回应上帝听。圣诗182首，注述外面永远的美娘，请起立。请坐，这是咱来奉献。
慈悲疼痛的阿爸的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丰盛的性命，阮所有的财能，阮的健康，阮的钱源，拢是你所赏赐。阮要尽心、尽力、尽性来祈求你、服侍你，请你感觉阮的虔诚的祈祷甲奉献。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下面我要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任是总会所定北区大专时间奉献主任，感谢张德林牧师代表北区大专中心自第1、2、3场礼拜中的正道请安甲报告。感谢周作为牧师自第4场礼拜中请安甲报告。以及第5场礼拜中的正道甲请安，愿上帝赐福因自各项大专院校的宣教时间。3月初5是本会设教104周年纪念主日，咱要前往淡水真理大学举办野外礼拜。当日本堂只有第1场礼拜，其他各场的礼拜暂停，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参加，也未报名请赶紧甲恁小组长还是区长教会干事来报名。具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赵明杰、李明维伉俪自2月初10喜获灵儿，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第2，本会会友高全坤、王美龙夫妇的查某囝高清水姊妹，自2月初10安享主怀，定至3月初4拜六上午10点至第2殡仪馆景阳楼2楼第4厅举行日念的告别礼拜，请兄姐来关心代祷，来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咱佫来看，第10页团契聚会的消息。本主日中昼椰子团契1九楼有专题演讲，要请张长梅女士来讲流麻沟15号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分享。国体团契是804教室，要请赖颖亮长老来专题演讲。嘉南团契下主日804教室要请叶德辉医师来专题演讲，鼻炎甲鼻窦炎。妇女团契时间是欢迎姊妹会当踊跃参加，是3月初5是台日教会。报告以上，这时咱要请牧师来介绍来宾，甲牧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这个时阵来介绍今早去甲咱做伙敬拜的新的朋友，才有杨玉碧曾信金夫妇这是林家如执事的大哥甲大官因毋知坐伫倒位，坐伫后壁面欢迎欢迎你来
佮另外有曾水荣夫妇，曾水荣先生夫妇哈，欢迎。毋知其他有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无介绍着。咱也今仔特别感谢上帝，互张牧师来甲咱做伙分享上帝的话。咱搁一遍拍谱仔来感谢。也请咱继续关心这北区大专事工，或者逐项事工以及因的欠缺，互咱伫即个集体中间会当互相关心，互相带导，这是牧师的呼吁。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阮伫圣殿中间亲近你，也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甲提醒，求主使用你的话来改变阮、更新阮、调整阮，互阮的生命哪来哪合你的心意。主，阮也要为着阮中间需要的人祈祷。阮中间有的人亲人得到死失，心肝艰苦，求主你亲自安慰。互阮伫即个悲伤的中间，我靠上帝来看出你要赏赐互阮的愿望。阮中间也有人心灵肉体忧伤艰苦，求主你亲自赐落福源的气力，帮助阮伫困苦中间体验上帝恩典纳济，也互阮会通明白困苦艰难对阮的意义。互阮会当透过伫即个过程中间信靠上帝，来得到大的气力，超越过阮所拄着的艰难困苦。阮中间也有人有欢喜的事，主你帮助阮会当学习感谢的心，将所有的荣光拢归互你。阮特别为着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北区的大专事工中心，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主你帮助大专中心所有的工作者，透过因的调话，来帮助真侪咧超找生命意义的青少年，伫年轻的时阵会当明白你，以及思考你伫因中间的计划甲心意。恳求主你也保守看顾所有阮台湾的大专学生，互因伫即个社会充满试炼有限的过程中间，会当活出合主心意的生命。阮将这个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来吟上言511首，保罗上帝至关至尊，请起立。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帮助，甲恁大家三角地带，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受主垂肯。